这个事儿呢，关系到朱家的声誉跟荣辱。以老夫之见，我们还是应该请朱家的二老爷先拿一个主意。阿忠啊，阿忠，阿忠，要你拿个主意。说呀。没有主意。没有主意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，无论如何你要说几句呀，你得表个态嘛。少奶奶，朱天帅已经是我的夫婿，虽然我们连洞房花烛都没有燃尽，但是我苗妙妙已经与朱天帅拜过天地。我生是朱家的人，死是朱家的鬼。朱家的事，就是我自家的事。但是，天帅已经不是以前的天帅，他被猪妖上了身，整个人都变了。他已经成了苏州府的祸害，也是众位乡亲的大患。猪妖一日不除，众乡亲将一日不得安宁。所以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即使我妙妙守一辈子寡，我也要大义灭亲。不可以！妙妙姐，周哥哥是你的丈夫啊，你怎么能忍心杀他呢？小妹，你别插手。我插不插手无所谓，但朱哥哥被猪妖上身，我们应当帮他把猪妖赶走才对啊。你这么说，我才觉得这件事很古怪。我问你，天帅失踪以后，是你把他找回来的？是啊，他当时被人捉住，我们谁都找不到，偏偏你一找就找着。为什么天帅走的时候好好的，被你找回来之后就变成了猪妖？还有你，没名没姓，也不知道什么来历，还叫什么小龙女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说啊！我早就觉得你这丫头很奇怪。你说，你到底从哪儿来？她身上有股邪气呀。你的户籍呢？什么户籍啊？把户籍拿出来，我们想知道你的底细。你到这儿来做什么？你跟猪妖是不是一伙的？你们别问他，要问我，我全都知道，我全都知道。老奶奶，你认识他？我不告诉你，你们呐都是妖怪，哼，想害我的孙媳妇儿，没门儿！走，咱们走啊，走，走。说起来，走，喽，来，快来呀！来，奶奶喂你们吃的啊！来，奶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猪哥哥怎么会被猪妖附身呢？咱们要赶快找到他，不然的话，他可就危险了。哎呀！有年轻力壮的不去救，偏要叫我这把老骨头去救，嘿，这还有没有天理呀？啊，老天爷呀，你说话还算不算数了？啊，你要想办法去救你的孙子啊！哎，你这是东海龙珠喽？哦，也是猪啊！哎，来吃一点，吃一点。哎，这颗珠子。我本来是想送给猪哥哥，报答他当年的救命之恩的。一头猪可完不了，你以为这只是一头猪的事儿吗？啊！哎呦，小猪啊，你这脸长得真像我们朱家祖传的猪脸金牌呀！来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！吃饱了，奶奶带你到湖边去玩啊！
完不了。只要有你在呀，什么事儿都完不了。俗话说，花儿易谢难再开，樱桃好吃树难栽啊！困了，我要去睡了。睡喽。你跑啊！你以为能跑得过本大仙的千里眼？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爽啊！还是做人要享受的多呀。就用看家法宝把你打散。哇，好险啊！哎，老弟啊，这水有点不对劲儿啊。没事儿，挺好的了。不对不对，你没觉得这水有点烫吗？哎呀，烫点儿好，你看容易搓泥儿。这样安全多了，这么高跌下去，跌伤就亏了。哇！哎呀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来了来了！水怎么这么烫？烧这么烫的水干嘛？是啊，想烫死我们是吧？还想不想做？整个一热锅，把我们当死猪是吧？小二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小二，干嘛把水烧这么烫啊？你以为他们都是死猪啊？没烧啊，没烧，没烧怎么这么烫啊？加水去。这烧的不怕烫啊？这不是朱家公子吗？朱家公子，哎，就是那个给猪妖附身的朱家傻公子啊！猪妖，现在是好时机了。谁又在干扰本大仙施法？
香蕉、苹果、水蜜桃。哼，真是猪性难改，做梦也想着骂人。香蕉、苹果、水蜜桃。哼，我说过，打你的左眼，绝不打你的右眼。让我用掌心雷打你的肚子，把你打回原形。靠后！别挤了，别挤了啊！哎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！哎呀！不要张开嘴！不要啊！哎呀！沈哥，喂，沈哥，沈哥，沈哥，你怎么了？沈哥，我就打了个喷嚏呀。沈哥，你别吓我，沈哥，沈哥，你醒醒啊，沈哥！大夫，大夫，死人了！结果，哎，你这人排队啊！大夫，喂，大夫，救人呢，救人呢！大夫，快救救他！啊！你这次居然带一头老母猪来啊？不是，这次是人呢！啊，真是个人呐！对呀，你看看，他有什么症状啊？症状？什么是症状？哎，症状倒不知道，症状就是他有什么病啊？他有什么病？你是大夫还是我是大夫啊？有什么病你看呢？我看看。气色很差呀，怎么弄成这样的？他被人打了个喷嚏，然后就喷晕了。啊，被人打个喷嚏就喷晕了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。哎，我可要见识一下。喷嚏乃呼吸不适，鼻喉属土，土生金，物克土，虚火难清，打通任督二脉。啊？什么事？啊，没了。什么没了？恕老夫无能为力，归天了。什么叫归天呢？哎呀，归天都不懂，你读过书吗？死掉了。死掉？第3戒不准杀生，那我岂不是犯戒？那我岂不是要变回猪了？哎呀，上次抱了一头猪，这次抱了一个死人，你是越来越离谱了。哎，沈哥，对不起，沈哥，对不起，我只不过打了个喷嚏，谁知道一个喷嚏就能杀人，一个喷嚏呀！现在呢，趁没有人看见，我就把你埋了啊，当没有事发生，不好意思啊。
这个洞应该够大了。沈哥，我对你算仁至义尽，这够舒服了。尸体，尸体呢？尸体呢？沈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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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？你是尸体，不能乱跑的。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出事儿了！出事儿了！什么事儿啊？天蚕宝宝出事儿了！啊？去看看。哎呀，让开！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怎么了？啊！哎呀，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！我的宝贝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们这些蠢货！蠢货！蠢货！打死你们！打死你们！蠢货！蠢货！打你！打你！我打死你们！蠢货！蠢货！哎呀，住手！住手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们都跟我走，打了工钱就走。哎，等等！你放他们走，我这柴房怎么办啊？我让他们马上走，你有意见啊？没意见，没意见。走啊！走走走走，都滚都滚，你也滚滚！干什么呢？你急个什么呀？这才等了一会儿，着什么急？可这也太久了吧！眼看着太阳就要下山了，你说我能不急吗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等得越久，回报越多。这个丫头是我们家二老爷最喜欢的，不要太着急，知道吗？真的？哼！哎呀，不要紧张嘛，听话。哎呀，听话。哎呀，你听我的话，包你吃香喝辣。阿忠，阿忠，阿忠！讨厌，这个老太婆，但见这个时候，哎，阿忠，阿忠，哎，阿忠，哎，啊！吓死我了你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一身的猫味儿，一闻就知道了。来来来，到屋里说去。哎，干什么？有话站这儿说，进屋干什么？妙妙今天把工人都赶走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知道你还不管啊？你带头的胡闹，搞的是乌烟瘴气。朱家的万贯家财还要不要了？要。哎呀，这朱家的家丁丫鬟全都疯了呀！这外面的女人也都跟着疯了，这乱七八糟的。乱七八糟就乱七八糟，怎么着？我看你的眼睛是有毛病，找个大夫看看吧。啊！哎呀，真恶心！
你早就该来了。你知道我要来，我隔老远就闻着了。死老太婆，看来你早就该死了。你说的没错，该死的，早死晚死，他都得死。做的坏事越多，死的就越惨。哼！我劝你少害一个人，到时候少遭一点罪。可恶的人类，全都该死！你们贪婪无耻，咎由自取！死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赶走那些女工吗？主人高瞻远瞩，岂是小人能明白的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为什么只有朱家角的天蚕才能吐出七彩的蚕丝呢？小的不知。真不知道？小的知道。天蚕只有吸取了人类生命的精华，才能吐出七彩的蚕丝。主人把它们放走，那是救了他们的性命。此情感动上天。感动？这种所谓的感动，毫无用处。既然感动无用的话，那还不如做点实事。我要把朱家角变成猫的世界，我要成为万猫之王。尽快找到那猪妖，要活的。姐妹们，我们终于解脱了，可以回家看爹娘了。20年没见了，不知道爹娘他们还好吗？20年过去了，他们一定老了很多吧？你以为都和我们一样可以青春不老吗？你说，要是爹娘看到我们，还能不能认出我们呢？能吧，我们只是没有变老，都还是以前离开家的样子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了？我这怎么了？啊！姐妹们，怎么回事？我们现在这个样子，还是快躲吧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个猪妖啊，真是祸害人间。怎么一夜之间，猪哥哥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是真没见过。那天你到底在哪里？亲眼所见，那个猪妖可真厉害。他一变形啊，那个手掌就有这么大。还在地上，马上啊就落个坑，够我们躺进去了。嗨，那算什么？刚才我就在这里，然后听见砰的一响，整个澡堂像充足了气一样炸开了。紧接着就看见猪脸妖怪狂笑着走出来，他脸上长满了黑色长毛，鼻子那么长，耳朵那么大，铁青着脸，要多可怕有多可怕啊！你们胡说！你们全部人都误会他了。猪哥哥是个好人，他只不过是被猪妖上身了吗？你胡说什么？猪妖是好人，鬼才信呢！打倒猪妖，保护猪家角！打倒猪妖，保护猪家角！我好饱，我好饱，刚吃了1碗红烧肉，2个大煎饼，3碗牛肉面，4个大肉包子。哼，如果是真的就好了，饿死我了。还走得腿软，我没力气了。兄弟，怎么了？
我又饿又累，我不行了。那上车吧，我送你一程。真的？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不用客气，上车吧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这。是兄弟姐妹啊！这个人怎么会说猪话呀？我一向都会说猪话的啦。不过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说了你们也不懂啊。这猪肉好像很香啊！我饿了很多天了，你们可不可以请我吃一口？这个人怎么要吃我们的东西啊？一点人样都没有。不是啊，有时候做猪真的好会做人呐。你知不知道做猪呢？肚子饿的时候，只要呱呱呱呱叫2声，主人就会来喂食的嘛。但是做人就不同了，做人还得花钱买，给什么银两什么的，我都搞不懂啊。花钱买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也是做人做了没多久，我都不是很明白他们在说什么。兄弟姐妹啊，可不可以让我吃几口啊？我看你那么可怜，给你吃一些吧。啊，真的？哎呀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啊！我就不客气啦。为什么我的力气使不上，好像凡人一样？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我的法术快显灵！啊，怎么我没有了法术啊？怎么连衣服都变成了普通人一样？昨天发生了什么事？不行，我要问问我哥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行。令牌。哇，我的令牌怎么变得像块黑炭一样？糟了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没有了法术，令牌也变成这样，我好像变成了个凡人一样。我记得昨天猪帅帅哥打了一个喷嚏之后，我就晕了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我怎么会来到这里？我怎么会没有了法术？唰唰，搞什么？无缘无故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啊！问一下土地，或许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出来，出来呀！有事找你。你是不是真的这么懒啊？再不出来，我就打你的脸！我打！我打！我打！啊！你真的不出来啊？看看你得意的，我把你头扭下来，我看你出来不出来？哪儿来的蠢汉，到这儿来胡闹？走，你快走！我都没见过你这么懒的土地公啊！啊，土地公，我来问你啊，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昨晚发生的事我都不记得？还有，今天起来功力都没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哎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我当然知道了。昨天晚上，你回来吃晚饭，晚饭以后就洗澡，洗澡以后呢，就睡觉。
不，吃过晚饭就洗澡，洗完澡就睡觉，睡了觉第二天起来没事干，你就来找我麻烦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当然知道了，你不就是那个太无趣的人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就是神灵宇宙、日月无光、风靡万千仙女、玉树临风、英俊潇洒的太白金星。嘿嘿嘿嘿，你是太白金星，那我就是玉皇大帝了。真可笑。杜一国，你真的不认得我？我不认识你，你别给我找麻烦。走。哎，喂，你干嘛丢东西啊？哎，姑娘，你东西掉了，姑娘。哦，真奇怪，越叫越早。走。什么事啊？干嘛抓来这里？臭小子，敢跟我们抢饭吃？谁跟你们抢饭吃了？还敢狡辩？我刚才看见有人给你钱了，拿出来，快点啊！嗨，你看看你们这身打扮，我这身的打扮这么尊贵，我哪里像个要饭呐？啊？哎，那更离谱了！你穿这么金贵，还跟我们抢饭吃啊？啊，对不对？实不相瞒跟你们说，我是一个神仙。嘘，是一个落难的神仙。神仙，真的不要啊！不要这样啊！哇，这样都没事，我在哪里啊？喂，神哥，你没死啊？朱帅哥，你是什么人呐？我好心帮你，你还弄坏了我的车顶！走，快点走！不好意思，下车。神哥下车，走。来，真是的。你当然想让我死，我死了，你以后就可以逍遥快活。哼，没门儿啊！不好，我现在没有了法力，他一定会趁机，我必须要另想个办法。神哥，你怎么会没事呢？还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，我真的好激动。哦，我怎么不认识你啊？你是哪位啊？难道神哥被我一个喷嚏打得失去了记忆？看来是脑子坏掉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他就不会把我变成猪了。哎，神哥，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，你不记得了？我叫帅哥。哎呀，不是吧？你失忆了？我看要找时间慢慢的跟你说才行哦。哦，帅哥，如果是这样就好了。你不如带我四处转转，刺激一下我，看我能不能记起以前的事。神哥虽然失去了记忆，但他毕竟以前帮过我，他现在落难了，我不能不帮他。好啊，包在我身上。多谢你啊。看我一会儿怎么整你。妓院，等我带你进去，破了你的色戒和酒戒，你还会不变回原形？哦，帅哥啊，我记得我小时候来过这家酒楼，
跟我妈妈一起，我想进去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记起小时候的事。你妈妈？当然了，走。神哥，你搞错了吧，神哥？神哥，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神哥！哎呦，客官来了！我们是来找妈妈的。哎呦，我就是妈妈呀！哦，伯母你好，伯母。哇，好帅呀！快上去吧，啊，快上去吧！不，一家人都住在楼上。是啊，去吧，请。大家都是一家人了，不要客气啊！吃好了，喝好了，有什么需要啊，尽管跟我说。外面啊还有很多姐姐妹妹呢，把他们都照顾好了啊！我先告辞了。谢谢妈妈。慢走啊，伯母。神哥，伯母真够客气的。好，来10个妈妈9个都是这样。不过我想问你，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姐姐和妹妹？而且个个都穿的那么少啊！还有啊，他们都好热情。你也喝点。那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妈妈好生养，姑娘好养活。可为什么穿那么少？是啊，喝点。哦嗨，天气热，所以穿的少。神哥，他一直让我喝酒，神哥，我不能喝酒的。喝吧，你不喝他们会不开心的。我不能喝酒的，神哥，我真的不行。喝吧，一点点不怕的。不行的。哎，美女，让他喝，喝。神哥，我真的不行。你可以喝的。我不喝的，神哥，不行，神哥。神哥，你跟你姐姐说一下，我真的不能喝酒。喝酒，神哥，让他喝。喝一点，哎，神哥，你救我啊！你跟你姐姐说，我很想降妖除魔，为苏州府百姓做点事。行，有志气，不过你要切记，降妖除怪不能心慈手软。那是，必须要斩草除根。打死了猪妖，本老爷是重重的有赏。哎，谢谢。行了，小翠儿，来，过来试试。哎，你叫什么呀？好，别动。肌肉很结实嘛，平时一定没少练。姑娘要不信，试试便知。那怎么试啊？我可以坚持1个时辰。还1个时辰？我看你连一袋烟的时间都举不动。三公主，龟丞相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来这里晒太阳啊？哎呀，你看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龙王都已经急疯了，你还不赶快回去？我父王他本来就疯了，如果他不急不气，那就不正常了。哎呀，这次啊，他疯得很清醒，这已经摔坏了3根拐杖了。他命令所有宫里的人都出海来找你的下落。这个小丫头怎么跟一只大乌龟说话？莫非脑子有毛病？龟丞相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告诉我父王，让他不用找我了。总之到时候我就会回去了。三公主，三公主，纸鹤，你回来了，你有猪哥哥的消息了？哎，三公主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那个小丫头跟一只大乌
龟说话。我要是骗你啊，你是孙子，我是你孙子。那他跟乌龟说了些什么？哎，他真跟一只乌龟说话，但是我听不清，离得太远。那你听到了什么？肯定是说什么了，我忘了。你这么急着跑过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小龙女和一只龟说话，还不滚！我想起来了，这小丫头跟一只纸鹤飞起来了。纸鹤？纸鹤？还有呢？纸鹤能飞，还兴高采烈的。这丫头，我就觉得她不是一个凡人。她到底是谁？来，再喝一杯。干杯！干杯！怎么了？喂，干嘛那么发呆呀？喝吧！喂，喝吧！喂，哇，怎么喝完酒都定住了？还抖成这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喂！婶婶哥，你死定了！这次你完了！快放屁！猪妖就在我们这里，好吓人呐！是啊，在哪儿？就在这里。太不走运了，怎么这么倒霉，偏偏让我们赶上？叫你不要来，你偏要来。你以为只有人才爱喝酒啊？猪也要喝酒的。哎，妹妹，猪喝酒是不是很有趣啊？你说什么呢？还不赶紧去抓猪妖啊！是啊。好，抓，一定要抓！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先回去稳住猪妖，千万不要露出马脚。我这就回去跟上面禀报啊！赶紧去吧！快去！去！哎，记住啊，一定要稳住猪妖，千万不要露出马脚啊！快！是你？是我，没想到在这条偏僻小巷也能遇到你。这么急，赶着干什么去？我要去救人。救什么人啊？明明是猪妖，还说他是人。你不要这么说，猪哥哥，他到底还是你的丈夫啊。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啊。他既然是我丈夫，你干嘛要对他那么好？到底有什么用心？他怎么了？算了，这事让他知道了也好。是不是有什么事不想让我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更多的事呢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走了。你有本事就走了。你为什么要拦着我啊？是又怎样，不是又怎样？要是就请你把路让开。你还挺凶的嘛，看来你要硬闯。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么多。那你有这么多时间跟一只龟说话？什么龟啊？你就承认了吧。认什么？承认你是妖怪。说啊，你是哪来的妖怪？是不是猪妖的同党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反正是比你厉害的。走开呀！喂，别走！他是猪妖同党。我跟他没关系，我跟他没关系啊！我跟他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！
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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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啊！放下我啊！放下我啊！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，丢下你你就死路一条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送死的。不，我千万别上当，不要被他打动。找到没有？没有啊！没有啊！那再找，好，找，还是没有找到。没有啊！再找，找到没有？没找到啊！继续找。猪药哪儿呢？猪药在哪儿呢？大家分头找。好，快！小心有石头啊！猪妖，猪妖，抓猪妖！不是，抓猪妖！那儿呢？这次你还不变猪啊？走啊！老爷没事吧？没事，追！走啊！干嘛拉着我呀？你忘了我吧？我说过不会丢下你的。小心！上来！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。哎呦，我这次被你害死了！你干嘛拉我来这里啊？我这次死定了，死定了！神哥，神哥，神哥！哎呦，神哥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下去跟他们讲，我告诉他们你是好人，或许他们就会放过你，不会杀你的。让我去吧。你傻呀你！他们才不是好人呢！我们是好人吗？他们还要追杀我们，他们没一个是好人。神哥，啊？你说我是好人？哎呦，我到底怎么了？我怎么会犹豫不决呢？他明明是猪，他是一头猪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没有人当我是人呢。人都可以喝，可以吃，可以喜欢女人，但我什么都不行。只要我喝，我吃，我喜欢女人，我就会变成猪头，他们就来追杀我。神哥，我真的很感谢你当我是人。再见了，神哥。喂，你傻呀你？你这样下去就是送死。算了，你是好人，满意了没有？那人只有一次生命，你千万不要轻易放弃，还不如想想办法，我们如何脱险更好啊！啊！看你往哪儿跑！杀！沈哥啊，有什么？不过不是经常可以啊。
说，你没看见他的猪头吗？还想抵赖？剿灭猪妖，为民除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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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剿灭猪妖！好，大家一起冲，生擒猪妖！上来啊！生擒猪妖！上！上！哎，再来一个行不行啊？行，用这边。还住！还住！还住！剿灭猪妖，为民除害！剿灭猪妖，为民除害！剿灭猪妖，为民除害！剿灭！你们放过我行不行啊？给我个机会做人行不行啊？你想做人，简直异想天开！妖怪做人，天地不容，花言巧语，罪该万死！大义灭亲，为民除害！老天爷啊！我只不过想做人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啊？杀！你别多说了，还不如省口气，尽情再打个喷嚏，把他们打散更好。小心，小心！哇，瞄准，冲！哇，来了！哇，幸好躲过，帅帅。啊！帅帅哥！